Hello，姐姐你好。你好，姐姐你叫乜嘢名啊？我名叫 Jenny 啊，啊，Dania 幾多歲啊？我47歲，好，姐姐你身體有幾高啊？身高幾高啊，我155，哦155厘米，有幾重啊姐姐？仲啊65，好啊，姐姐結咗婚未？我結咗婚，啊，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大個有一個仔，哦，一個大仔啦，一個大個嘅仔。好啊，姐姐你之前有冇嚟香港做嘢啊？我以前做嘢喺香港4年，同埋喺沙特阿拉伯7年，哦，香港做咗4年，香港喺邊度返工啊？嗰陣時。我做喺 Yulan 2年，同埋喺 Presinvat 2年，哦，4年，主要照顧老人家定係小朋友啊？我照顧人家，啊，老人家啊，你照顧嘅老人家佢係健康啊，定係都需要用輪椅㗎？呢個僱主係用兩健康，係僱主係 Presinvat 唔舒服㗎，坐輪椅啊，哦，偏西藥個推輪椅。嗯。嗯。啊，咁喺偏西藥嗰個婆婆咧，識唔識得自己沖涼㗎？哦，呢個婆婆係 Presinvat 我幫手沖涼啊，哦，都有幫手沖涼嘅，同埋推輪椅係咪啊？係，好啊。姐姐啊，識唔識煮中國菜啊？我識煮中國餸，炒菜、蒸魚、炒蛋、番茄炒蛋、白嘅滑凍、煮飯。哦，即係簡單嘅中國菜啦。姐姐嚟香港之前咧，要學多啲煮中國菜喎。係。好啊，因為你嚟香港咧，要照顧一個公公同一個婆婆，婆婆好健康嘅，會自己照顧自己。公公咧做完手術，所以咧佢冇乜力啊，同埋行路會比較慢，所以要幫手扶住公公，照顧公公。OK，好啊，係啦。咁姐姐最後啦，你有冇戴眼鏡㗎？姐姐，你平時有冇戴眼鏡啊？唔該。你做嘢嘅時候有冇戴眼鏡啊？我戴眼鏡啊，姐姐。啊，姐姐身體有冇紋身啊？tattoo？我啊，冇。我白讀，姐姐使唔使成日都食藥㗎你？我唔使食藥㗎。啊，好健康係咪啊？姐姐咁準備好嚟香港咯喎嚇，學多啲廣東話，學多啲中國菜，過嚟要努力照顧公公婆婆。好，香港見啦，姐姐，唔該晒你。唔該晒，姐姐，再拜見。拜。